歡迎嚟到東京最熱鬧、最充滿科幻感嘅動漫同電子天堂。一講到東京最出名嘅電子產品、動漫同埋御宅族文化中心，大家第一個諗到嘅，絕對就係秋葉原。一踏入呢個地方，你就會立刻被無數嘅電器大樓、動漫模型周邊店，同埋閃爍不停嘅霓虹燈徹底包圍。來自世界各地嘅遊客嚟到呢度都會被呢種獨特嘅文化氣氛深深吸引，彷彿置身於一個未來世界一樣。行喺秋葉原嘅大街道，你會發現一幅好特別，喺其他地方睇唔到嘅風景。呢度有好多着住精緻女僕裝，或者動漫角色扮演 cosplay 嘅店員喺街上拉客同宣傳。呢種極具代表性嘅女僕咖啡廳文化，唔單止係秋葉原非常出名嘅特色之一，更加係好多人嚟到東京必去朝聖嘅魔幻體驗。每間女僕咖啡廳都有自己獨特嘅主題同互動方式，令你彷彿走進咗另一個次元，體驗到最極致嘅日式款待。除咗女僕咖啡廳同滿街嘅動漫周邊之外，呢度更加係所有遊戲玩家嘅終極天堂。好似我哋畫面開頭睇到咁，呢度有好多規模好大、充滿懷舊感嘅電子遊戲機中心，由一排排經典嘅街機對戰、格鬥遊戲，到最新推出嘅音樂節奏遊戲，每一層樓都傳出刺激嘅遊戲音樂同玩家嘅歡呼聲。無論你係想重溫童年回憶，定係同朋友一齊打返鋪街機切磋下，呢度嘅氛圍都絕對能夠令你熱血沸騰，坐低咗就捨不得走。將個鏡頭轉過嚟睇下呢度，呢部夾公仔機入面放滿咗超級可愛嘅小熊維尼，後面仲有好多好治癒嘅卡比獸公仔喺度排排坐，睇住個金屬夾慢慢移落去，差少少就夾到隻粉紅豬，真係睇到人都緊張埋一份，簡直係心跳加速啊！日本嘅夾公仔機設計真係好精緻，種類又多，真係令人忍不住玩完一局又一局，完全停唔到手。如果你想體驗更震撼、更具在地感嘅日式遊戲氛圍，位於秋葉原核心地帶嘅 TAITO Station 秋葉原店，成棟大樓由地庫到高層都充滿住無盡嘅娛樂同驚喜，係來到秋葉原絕對不能錯過嘅打卡勝地。而呢股電子遊戲熱潮，仲一路延伸到隔離鄰近嘅上野地區。規模宏大、設備先進嘅 Aspes Nitaku 上野本館，同樣擁有數不盡嘅精彩機台，等緊每一位熱愛挑戰嘅玩家前來探索。從充滿夢幻色彩嘅女僕咖啡廳，到令人流連忘返、熱血沸騰嘅電子遊戲機中心，秋葉原同上野完美咁融合咗日本嘅次文化與現代娛樂。準備好你嘅相機同埋你嘅熱情，跟住我哋嘅鏡頭，一齊深度感受呢場東京專屬嘅視覺同娛樂盛宴啦！多謝收看，記得訂閱我哋啊！